接落來，我們來看到一套呈現填空顯測嘅題型。兩種題型，我大致先了解文章嘅意思。過來看文章底度得到空格，觀察空格前後文句嘅意義、關鍵詞等等線索，前面將來選出正確嘅答案。想辦法，假使講你幾個選項都難讀之時，我是得同你選項表入文句之中，去讀下看，是得分辨出哪個選項讀下來意義較連貫呢？比如講，一段文章底度有3個空格，每一個空格都有4個選項。那麼，我們來利用做下講嘅方法，向下來試看看，從文章底度按用順選出正確嘅答案。一開始，我們要先大致了解文章嘅意思，解先來睇睇個讀文章。奇怪，陶魯迅冇看到白講，解用為咗一撮金路呢？愛用順到用什麼？阿爸是同愛講，阿先，佢唔係金路啦，佢係金絲亭。金絲亭冇唔錯，金絲亭係用來燒馬該用嘅，因為俺客家人吃了都充實文風，強講易讀，為到愛感染古聖先賢嘅智慧傳承，表達對文史書冊嘅敬重。當然，講嘢初級還不怕四字字，原來係安尼啊！難怪你能係台灣嘅博士之鄉。我用選愛見識學文，係冇是為讀書唔是咯。我們看睇文章，了解文章嘅意思係作者陶魯迅看到金路，不過偏選咗冇白講得到姓名來自白。經過作者嘅把解說了後，作者將了解也按照金絲亭客家人從事文風，為到感染古聖先賢嘅智慧傳承。當然，講嘢初級還不怕四字嘅字典來表達對文史書本嘅敬重。大致了解文章嘅意思了後，接落來，我哋回答問題了。